每一天，牧师家己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7月17，箴言16章7節安尼講：人的所做，若互上主歡喜，上主會互對敵甲伊和好。三角來祈禱，愛阮所做，互你歡喜，就會互對敵甲阮和好的天父，阮感謝你。主啊，你是聖潔、公義、信實、慈愛的上帝。你是永無改變、永遠掌權的君王。主啊，你的智慧遠過諸天，你的信實達到穹蒼，你的慈愛永遠直直。主啊，願天頂地下所有攏出聲學咯，願世間的萬國萬邦攏齊聲敬拜，對即時直到永永遠遠。主啊，願知真正的平安，毋是出佇人，乃是出佇你。真正的和好，毋是甲人的妥協，乃是你佇人心中所做的工。主啊，我要將家己交予你，求你予阮成做合你心意的人，予阮一世人行佇你的真理，通得你的歡喜。就安尼，你也要予對敵甲阮和好。祈禱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，阿們。耶穌聽你，賜你平安。